各位同学，大家好。咱今仔日呢，要来讲的主题呢，就是呢，台语八声调，台语八声调吼。咱这个主题呢，是台语八声调啊。而且呢，咱这张表呢，要互大家做参考。这张表就是讲伊有附带呢，附带就是讲有注音符号啦，恁甲家己看，因为咱呢伫头前咱有讲过第一课到第九课拢总呢有讲过啊。这注音符号呢，咱家己看。咱今仔日呢要讲的部分呢，就是台语八声调。这个台语八声调呢，咱的口诀咱也毋知影咱会使念西好白鸭，有马唱鹿，衫底裤宽，人会偏直。譬如讲，就是西好白鸭，就是牛马唱鹿呢，就是而且呢，咱台语八声调有四种的形态啦我先讲者，第一种就是一般，无啥物特别比如讲啊啊啊这种是较普通。第二种呢，你看就是啊啊啊啊。第三种安安安安安安。第四种喙大开昂昂昂昂第一种一般的我去讲一遍无啥物特别咱台语的第一声毋免撇声调，会记台语的第一声毋免撇声调，第二声倒撇，第三声正撇伫母音的顶面正撇。第四声呢，伊一般无特别的时阵呢，就是元音缩短的时阵，加一个 H 号，第五声呢，记一点无第六声我有讲过甲第二声共款，所以呢，咱记号做共款第七声呢，平平。第八声呢，伊加一条直线，佮加一个H 号伫后壁，安尼。啊啊啊啊来，第二种合喙的合喙的呢，伊就有一点仔无共一点仔无共共阮倒撇正撇。毋过讲第四声伊毋是加 H 伊毋是 H 号伊甲即个呢已经无去啊，伊变成了 PP 波变成这个 PP 波变成咱来看变成 PP 波这个无去所以喙仔快一声无记号，二声倒撇做记号，三声正撇做记号。四声呢，伊这个无去变的 PP 波。第五声呢，共款爬山。第六甲第二共款，第七平平。第八呢，伊顶面加一条直线共款四声八声伊是入声调，四声八声是入声调，所以伊佫共款，这个无去变做 PP 波第三种喙小开就是 N 调后壁的N 调后壁你看伊这个 N 无去变 TT 刀你看这个伊就变 TT 刀到第四声的时阵，伊N 无去变 TT 刀第五声你看到第八声呢，四声八声伊的变化就是就是迄个伊本身头前迄个这个 N 无去N 无去变 TT 刀共款加条直线。搁一遍，好。第四种的形态呢，就是后壁有嘴大开
昂昂昂昂，来，你看哦，而且呢吼，喙呢吼，喙昂昂，当音喙条开，到这呢，这个无去啊，ng 就是无去啊，无去呢变 K K 歌，吼，变这个 K K 歌吼，变 K K 歌吼，来变啊，吼，啊来第五声昂昂昂啊，吼，你看八声呢，共款，这个 ng 呢，佫无去啊，变 K K 歌，啊加一条直线，吼，来，佫一遍哦，昂昂昂啊，昂昂昂啊。好，按头到尾复习一遍哦吼，八声调啊啊啊啊，这个简单啊啊啊啊啊暗，嘴合快暗，当音暗暗暗，到四声低音哦吼，暗第一声暗到四声变暗，低音哦暗暗暗暗。吼，伊就变低音，四声八声低音。来第三种，按喙小开哦吼，按变按哦吼，按变按。吼，第四种喙大开，昂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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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所以呢，咱若是第一声吼。甲四声你来看，一般啊变啊，啊安呢变啊，啊安呢变啊，安变啊。我搁讲一遍哦吼，第一声啊到四声变啊，原音缩短吼。啊来，这第二种呢吼，就是喙合开哦吼，安到四声变啊，啊安喙小开到四声变啊。昂到四声变啊，简单讲就是讲啊变啊，a 就变 a，u 就变 u，吼。啊，若假使讲音呢吼，音到四声就要变音，吼。来，咱来看顶悬的部分啦，吼，顶悬的部分哦，来看三四课来对照哦，啊，对无？一声四声变啊，啊来音变音，安变啊。因变一，温变郁，昂变昂，英变易，英变易，哦，翁变恶。后来腰，哦，这普通音名变腰，歪歪，阴业，烟叶，弯弯，央央，拥拥，汪汪。哦，你看。这个部分呢，吼，伫这个三课四课呢，吼，哦，三课四课五课六课，遮咱就会当看出伊的变化，吼。来，台语八声调，我搁念一遍哦，吼。假使讲咱若是暗吼，就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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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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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因，温，昂，应，嗡，啊，若是较简单的哦，I 啊，伊这普通音名吼，I，嗷，吼，这就是台语八声调吼，咱要安怎念吼？以上多谢大家。